順德10大名菜大良炒鮮奶，包你一定成功。蛋白同牛奶攪拌過濾，口感先至夠滑。今次揀慢烹轉彩經典鍋嚟做呢個順德菜，唔黐底，新手都唔會失敗。呢個鑊導熱均勻，細火都夠穩陣，炒鮮奶最啱用啦。細火慢炒，順住一個方向，唔好急，等佢慢慢凝固，鹹香同奶香一齊出，層次先至夠豐富。睇下，完全唔黐底㗎，新手都炒得好靚。最後淋啲黑松露醬，提升香氣，高級感即刻出晒嚟。大良炒鮮奶，奶香味濃郁，鹹香味適中，黑松露提香，正到痹。慢烹大師經典煎鍋，快速煎炒好控溫，屋企都整到順德大師菜。想學更多懷舊粵菜，點讚收藏，下期再教你。